兄姐大家平安。感谢咱大家咱来教会有机会，南部来到北部来到淡水。阮昨其实真期待，会当伫6点进前来到遮看淡水上水的夕阳。总是阮伫路仔小可有塞车，南部有落大雨，所以阮袂赴。袂赴来到遮，牧师咱的牧师甲讲，恁即边看无到，明仔载爱留落来看。如果恁明仔载无留落来看，后边可能无机会啊。我真着惊，夕阳会不见哦。伊讲无，是因为要起一个大桥所以这后摆翕起来无甲遐尼水。所以咱看见环境的变化，总是上帝听无改变。自古早到现在，对咱伫读的圣经今仔日咱看见上帝听悠然存在。伫咱的淡水教会，总是嘛是伫南部下南来教会，伫咱真有特色真有即个古迹的淡水，总是嘛是伫真庄脚的所在。这是拿来教会，拿来教会真偏乡，总是拿来教会真水。来到遮昨暝，牧师邀请阮去即个咱的淡水河边伫图呢看到，伫相片内底看到，伫影片内底看到，拢感觉伊足水的，所以阮着真欣赏，阮着真欣赏，期待咱去到淡水河边无看到夕阳，嘛会当伫河边真悠闲。总是去到淡水河边，阮才知，原来哇，恁有够厉害！伫淡水河边有无共款的味，总是咱拢已经足习惯对庄脚来的无啥个关系。阮足少闻到鱼仔味，来遮拢是鱼仔味，所以阮闻到都无啥个关系。所以嘛是少年家己的故乡，嘛要邀请咱有机会闻鱼仔味以外，咱来山顶闻遮个树木遮个青草的味，应该甲咱的鱼仔味无共款。有可能咱去闻树木的味了后，咱讲哇，阮嘛是少年淡水的鱼仔味。无一定咱大家上帝拢陪伴咱所以邀请咱做伙来到伫庄脚的所在，真感谢上帝。就亲像牧师所讲的，咱的师会所讲的，通过一个大疫情，其实规世界拢袂振动，教会嘛足侪教会拢已经停止聚会所以伫即几个月内底，其实阮一直咧想，敢有法度通去淡水照约定？敢有法度通照约定？去到淡水教会，伫遐来分享信息，伫遐募款。阮一直咧期待解封，总是时间一直过，拢无。感谢上帝，上帝时间拢拄好，所以伫解封了后，这是阮解封了后第一间募款的教会，嘛是咱淡水教会第一间接纳遮个外口来的教会，伫遮分享信息。所以通过呢感谢上帝，阮嘛再来。南部的即个名产，白河咱知影有莲花真水，有莲子真好食，总是这阮拢炸袂来。阮炸会来就是莲藕粉、蜜即个好的蜜佮有阮的东港种的火龙果，所以伫后壁请咱如果礼拜了后，咱会当来看卖咱要做伙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咧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伫全世界，拢为着武汉的肺炎，伫遮地紧张，伫遮无法度通振动的时，互台湾得到你特别的怜悯甲恩典，互阮今仔日会当真真实实踏入你的圣殿来敬拜。阮为着这个要来感谢你，我嘛恳求你，互阮珍惜这个恩典，珍惜这个当进入礼拜堂来敬拜你的机会。互阮用真实谦卑的心来敬拜你，伫敬拜中间，甲你来相拄，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用谦卑的心，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超吹上帝你的心怀意念，互阮通活出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主，阮恳求你差派你的圣神来引带保守阮的心，用你圣囝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夜看这个礼拜堂，夜看阮。互阮真实来甲你相拄，互阮真实来领受你，为着要互你的话语激励阮，为着要互你的圣神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动工，
愿咱的恳求、感谢、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昨去甲河边，有看人伫唱歌，咱知影这艺人唱歌的时阵，咱可能爱互伊即个鼓励。我毋知影咱安尼爱甲投偌济，较袂歹势。咱敢捌翕过，敢捌甲劝过，甲鼓励过，爱偌济较袂歹势。10箍伤歹势，对无？这样是那个人咧劝10箍袂歹势啊？袂哦。我昨想要甲劝10箍，我想讲，这劝10箍歹势，要甲劝100箍，100箍呢？哦，所以咱来想看卖爱吼，劝偌济咱。伫遐唱歌的人会足欢喜，看到1000箍可能会足欢喜啊吼！总是1000箍，3不5时啊，真有呢。可能劝10箍会较济。总是咱来想看卖伫涂骹，咱若捡着57仙，咱敢要捡？无爱，10箍就真歹势啊！57仙是要哪捡会落去？1箍要哪捡会落去？总是有一个故事，伫即个《蒲公英》杂志内底写一个故事。57仙的一个故事，伊讲伫美国一个费城的所在，伫1880年的时代，有一个囡仔，有一群囡仔想要入去甲即个罪恶的所在，总是钱袂入去，礼拜堂伤细，水咧教室伤细，所以钱袂入去。有一个囡仔就足介要落。牧师看见即群囡仔钱袂入去，其中抱一个囡仔，甲伊抱起来，然后行入去即个罪恶教室。当然，即个囡仔真有福气，行入去。这个囡仔无因为安尼来欢喜，煞袂记即外口迄群的囡仔，所以这个囡仔甲牧师讲：牧师，咱敢会当甲咱的礼拜堂、咱的主日教室甲起学较大间，互所有伫外口的人拢会当入来。牧师讲好啊，我相信牧师是顺嘴应好应呢，无闲时间阁袂记进，或者是压力大，无法度通去完成这个，就一天过一天，1个月过1个月，2冬了后，拢无动无静。总是有一个人走来找牧师，甲牧师讲：牧师有一个妈妈爱我来找你，伊的查某囝过往，请你去甲伊主持个别礼拜。妈妈就去到这个所在，一个送养的家庭，一个破烂的家庭，倒伫遐咧查某囡仔，就是当时甲伊讲：牧师，咱来甲咱的主日教室，甲咱的礼拜堂起学较大间，互所有的人拢会当入来。迄个查某囡仔，上帝甲即个囡仔带倒转。当即个牧师去主持这个别礼拜了后，妈妈将一个破烂即个钱包布做的钱包交牧师，甲牧师讲：我的查某囝要过往进前，交代我，甲即个交互牧师。即个是伊这2冬内底所努力所欠落来57仙，要成做建堂的基金。咱看见一个囡仔，伊有一个5万，用伊的能力，可能一般人看起来，感觉这57仙有啥10箍有啥，就落伫涂骹就无人要点的物，总是这个囡仔上大的能力。所以牧师这57仙感动，回去了后开始计划这项代志，开始讲这个故事。牧师去到真济所在，去共宣扬这个故事，努力伫遐募款，真紧，水就起起来，礼拜堂起起来，唔干那安尼，病院嘛起起来，学校嘛起起来，唔是按57万开始，是按57仙开始。所以咱看见一个细细的奉献。人看做无可能的一个奉献，总是这个囡仔全部的心意的奉献，上帝就来祝福。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的圣经，咱来看，这嘛记载一个囡仔细细的奉献。用这个事以后，耶稣去到加利利海迄边，去到提比利海，有济人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所以来对伊，然后对伊用呢期待。会当阁对耶稣得到好处，敢毋是得到医治，敢毋是？所以这人拢对耶稣上到山里，互学生伫迄中间。其实因期待伫遐安静，其实可能耶稣期待伫迄个所在做门徒的训练。
叫做家己的充电做备班，总是遮的人会客客去找耶稣。耶稣举目看见济人群队，伊就甲腓力讲：咱要去打落来买物件，互遮个人食饱。耶稣虽然有家己的计划，总是看即群人来对，佮看见因真辛苦来对，一定行路行到真喙焦，一定腹肚真枵，所以就甲腓力问：咱要来去啥物所在买物件，互因食？腓力讲：用200个囡仔来买，互即群人食还阁无够，连踢一个喙齿芳拢无。意思是讲无可能。圣经继续读，咱会看见，伫学生中有一个人，西门彼得的兄弟叫做安德烈。伊甲伊讲，伫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5个大麦饼，有2尾鱼，总是互遮济人食，阁有9叶打落。这是圣经甲咱讲。继续落来，咱来看见，毋简单，互5000人食饱，还阁有剩，阁捡12千。所以伫即个故事的内底，咱要做伙来学习，咱嘛要做伙看见。上帝的话，历史的过程的中间，人安怎经验着上帝，互咱得到帮助甲提醒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来看3个提醒，要带互咱3个祝福。第一个，经验、经验、智慧、能力以外，还阁有上帝。伫咱的经验、伫咱的智慧、伫咱的能力以外，毋通袂记即，还阁有上帝。多谢。咱的冷气较冷吼，所以有一点啊，歹势。咱常常拢用咱的经验，为了嘛用伊的经验嘛，无可能啊，吼。总是伫咱的经验、伫咱的智慧、伫咱的能力以外，咱常常袂记住，咱有上帝。所以咱用咱的经验、用咱的智慧、用咱的能力来判断足侪代志，来决定代志有可能甲无可能。腓力就是安尼，安德烈嘛有一点点啊，毋过伊有较进步，较令咱做伙来看。所以腓力伫即个说，咱讲用200个囡仔来买，用规半当的薪水来买，互即群人食吼，都无可能干饲会饱。一个人吼食淡薄，甲踢一个喙齿姜都无够。总是咱看见。一般人是安尼，咱真做上帝的囝儿。如果咱若无超越这个，无采咱逐礼拜节日，礼拜堂的中间，来听上帝话。无采讲咱逐工在祈祷，求上帝甲咱斗相共。如果咱若拢用咱的经验、用咱的智慧、用咱的能力，来决定代志，咱会记住，经验是主观的，经验拢是主观的。我的经验甲你的经验都无共款，阁有智慧甲某一个坎站。嘛是主观的呢，逐个人的智慧可能无啥共款哦，能力逐个人能力嘛无共款，所以咱常常互这会咱捆绑，所以至到咱无法度通突破，无法度通经验神业，无法度通看见神业，无法度通经验上帝甲咱在做工。伫即段圣经内底，互咱学到的、学习到的第2个功课是啥物？第2个功课就是单纯的心，咱需要一个单纯的心。如果咱的心思伤复杂，咱无法度通好经验。咱的心思如果也伤复杂，咱无法度通好经验上帝。咱看见腓力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为什么伊感觉无可能？我落地仔内底有的钱去买物件，就安尼尔。即群人遮济人，我是要安怎互因食饱？所以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来学习一个单纯的心、积极的行动。这个单纯的心甲积极的行动，拄啊，这个囡仔所有的。当这个囡仔听到耶稣在讲，我要互即群人食饱，这个囡仔真单纯啊。这个耶稣是我所欣赏，逐个人即群人所欣赏，客一直吹，一直对，一直走，一直玉来到遮皮皮喘的。这个就是将士用将士的话讲，这是偶像啊，这是我的偶像，这是我所期待、我所仰望的。啊，既然是我的仰望者，伊所讲的一句话，啊，我要信无？我要听无？我要顺服无？咱看见这个囡仔，伊真单纯地仰望这个耶稣，所以当伊听起耶稣的邀请的时阵，伊就真单纯来回应。我遮有。我只有5块饼2尾鱼，伊也无想到伊的饼粗粗鲁鲁，伊无想到伊的鱼仔是鱼仔干，
伊拢无想到这，伊无想讲摕出来踢袂着一个喙齿芳，伊嘛无想讲摕出来惊人笑，伊拢无。伊真单纯听到伊，我所仰望、我所相信，逐个人客客咧约的这个耶稣，伊讲伊要互这个人食饱，所以我才有伊就摕出来。所以咱看起伊的单纯甲伊的积极，互伊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参与伫这个新业的中间。如果伊也无奉献这个5个饼、2个新2尾鱼，我相信耶稣会用其他的方式，总是伊无机会通参与。无机会通正做一个题材来参与伫中间，咱看见单纯的心、积极的行动，互这个囡仔正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通参与伫生业的中间。第三个，互咱学习到顺服的信。咱拢有信，咱什么人无信耶稣？咱什么人无信上帝？咱什么人无信圣神？我相信坐伫遮大家拢有信，总是咱的信到必须到咱来顺服。有当时啊，咱有信啊。信伫智慧的内底，信伫经验的中间，信伫能力的内底，总是咱的信无够伫顺服。咱看见这个安德烈有顺服的信，所以互伊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安德烈敢毋知影这5个饼2尾鱼起不了作用？伊家己嘛知影啊，这个会当用啊，这无法度通用啊嘛。总是伊顺服伊的环境。伊的环境，伊所拥有的无较济啊，敢若有安尼尔，这就是伊所面对着的环境。所以愿意顺服这个环境，无因为这个环境来埋怨，要摕嘛摕较济，摕这一点点啊是会当用啊，伊无安尼，伊顺服伫迄个环境的中间，环境互伊的就是安尼，所以伊阁顺服啥？顺服这个囡仔的感动，伊顺服耶稣的邀请，所以伊将囡仔的奉献。再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咱看去，当耶稣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，伊就伫遐注释。所以，真做一个新业的参与者。如果安德烈用伊的经验、用伊的判断、用伊的分析、用伊的能力讲囡仔人行去边啊，你这寡物件臭毛毛，无够偌理想，也毋是麦当劳。伊无甲因讲这物件食袂饱，摕去边啊？无，伊顺服。所以咱看见伊真做一个参与新业的人，毋是真做福音甲新业的绊脚石。常常咱的决定会引起了递到咱真做福音的绊脚石，或者是真做福音新业的一个祝福的人。所以伫这个故事内底，互咱学习到这3项事。一般人看见问题，一般人看见困难，一般人看见能力，总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知影，咱是上帝的囝。除了这以外，咱爱用上帝的眼光，用上帝圣神的引带感动来做决定。咱爱知影，凡事上帝在掌权，毋是咱在掌权。咱爱提供机会，拍开咱的双手。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咱的家庭的中间，伫咱的教会的中间来做工，来行神业。所以，这个故事内底，咱看见一个2个真要紧的工作：信心甲疼心。咱看见囡仔单纯的信，安德烈顺服的信，真做神业的种子。咱看见耶稣的疼，上帝的疼，真做神业的养分。就伫这个中间，互咱看见神业、听甲信，转化人的心。我相信5000人的内底，足侪人伫迄个所在用负面的眼光在看，用批评的眼光在看。我就要看你偌敖，这个囡仔摕到这个物件，你会当变啥物网？我相信有足侪人用负面的眼光，甚至这个攻击的眼光看笑话的眼光伫遐看，总是听甲信会当转化。互上帝来转化咱的心，当人受转化了后，咱看见拄着神业，毋敢若拄着神业，享受神业，经验神业，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我分享我25冬伫哪来教会牧会的故事。25冬前，我对台南圣医毕业，台南圣医毕业了后，我就抽签抽去家己中会。家己中会就甲我派去哪来教会？
我本来拢想讲应该甲我派去较都市，我是单身，阁是少年。我暂时虽然有一点仔老，毋过迄阵25当前阁足少年。25当前咧，当问师母，迄阵我还阁真水吼。这个时阵身材小可有我造型，啊，毋过25当前，我想讲啊，遮尔啊少年，啊，遮尔啊水的一个女子，应该互派去都市，安尼较适合我的气质，总是无。嘉义中会派我去深山林内，叫做哪内。所以我毕业了后，就翕一张相，啊，就爱去哪内，要安怎？我有一个哥哥真疼我，甲我讲我载你来，伊就载我来到白河。我的地址写白河啊，我派恁顶员写白河，所以我就来到白河要找哪内教会。我看到一间教会，哇！这间教会虽然无淡水教会遐尼古典、遐尼水，毋过人伊嘛有尖尖的厝。这间教会嘛袂歹。住即间教会，甲住甲退休嘛真好啊，总是无拍算。较我甲看，伊叫做白河教会，毋是哪来教会。那安尼白河到底阁有几间教会？我就共问，无人知。白河有一间哪来教会？有一个人甲我讲：“来，我带你来遮。”我讲：“这要安怎？小姐，你按这甲行，有路甲行，甲无路哪来教会就到啊？会好袂？会好啊！”心内足艰苦，这条路要安怎行到无路？一条直直的路，一条行，行到无瓦埔，还阁有路。这无瓦埔也别讲，阁有人敢住，袂要紧啊，嘛是爱勇敢甲行过。行过了后，看见一个砖头真偏乡，真庄脚，好亲像倒转到30当前的一个庄脚的教会。伫这个遮尔庄脚的教会，上帝爱我来遮做啥？我啥物拢袂晓呢？上帝啊，你派我来遮要用啊？总是我相信上帝有伊的心意。虽然有当时咱毋知影为什么上帝甲咱安排伫遮，为什么上帝互咱伫这个时刻拄着这个艰难？为什么上帝互咱伫这个时刻拄着这个世界疫情？我相信咱拢有足侪毋知影，总是咱爱相信是上帝在导演咱的人生啊！上帝在来导演这个世界，毋是咱。那我照剧本来演就好，照境遇来演就好，敢毋是？所以我就顺服伫即中间。虽然顺服嘛，阁有足侪惊吓。教会无竖琴，无麦克风，讲道袂大声，无琴人个弹琴唱歌会宣传，要安怎？真艰苦心，常常做礼拜做到我头壳流目屎，我毋敢有会友看到。头流目屎，我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上帝讲：你目睭拔互金，我会稳定教育你用。伫这25当内底，我真啊看见上帝稳定教育，哪来用？教育我用。一个真普通的教会，真庄脚的教会，上帝稳创着伊的稳定。伫这个厝顶是台湾上好的茶，叫做希诺基的茶。所以当阮甲拍开了，阮才知影原来咱拢互社会化甲咱砍掉的。上帝创造咱的原来，咱是上水的。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互一层搁一层的包装，甲咱包起来。阮的教会嘛共款，所以当阮甲装潢拆掉的时阵，原来内底是上水的台湾的希诺基。上帝阮看见这间教会虽然庄脚，总是有6个囡仔，还阁有6个囡仔。虽然这6个囡仔真细汉，毋过这6个囡仔会大汉。经过20当了后，这个囡仔有可能对童工变做童工，对儿童的童工，真做咱真正好的童工。虽然毋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开花，总是阮相信，只要耐心来等待，花一定会开。囡仔真正大汉，这6个囡仔内底有4个囡仔，3个囡仔读台南新学院音乐系。对一间袂晓弹琴、无竖琴的教会，真做一个有竖琴的教会。其中一个囡仔搁去外国读这个音乐，读指挥，暂时倒转来伫芭蕉塔伫服侍。有的囡仔留伫教会，有的囡仔去甲别间教会伫遐做音乐的服侍。第2批囡仔嘛会大汉，当这个囡仔大汉的时阵，阮看见这个囡仔嘛真做侪人的祝福。其中有一个囡仔，伊志愿要去读新学院，
伊讲伊要倒转来拿来教会做传道。这个囡仔伫旧年嘛毕业，甲咱的传道共款，倒转来甲拿来教会做传道学习，要拿来牧养的工作。第三批的囡仔，侪外籍新娘的囡仔嘛大汉，遐囡仔慢慢大，慢慢大，才会开始伫教会内底在做小老师。这是拿来教会所拄着的状况。所以咱看见经验来讲，这是一间无买路的教会；用分析来讲，这是一间要关门的教会。中会看这间教会是10冬后、20冬后爱关门的教会，总是咱敢捌问上帝：上帝，你的心意是啥？我相信无一间教会是有设立，是为着等要关门迄一天。是咱无倒来去问上帝，是咱拢用咱的经验、用咱的能力在判断一间教会。所以，当阮开始看上帝，无看人的时阵，上帝阮看见上帝要祝福这个所在，对这个所在要祝福这一人。哪来有一条长长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到无路就到的路，受拍通，受拓宽，所以阮就开始是即路的顶悬种树啊，献上阮所会当的5块饼2尾鱼。这树啊，10冬后伊会大长。伊无可能10天大长，总是伊10冬后才做大长，才做人美远的所在。足侪人正要去关仔岭，拢会行毋着路，因拢行一条上水的路，迄条路带因来甲拿来。这个所在敢无问题？有其他的问题。这个所在有饮水的问题。这困难，咱来看啊，这是绝望的所在啦，毋通自残伫遮。这是人的眼光，总是上帝互这个灾难变做祝福。互侪人来伫这个所在，斗创造、斗营造、斗解决这个问题，才会拿来变做一个真水的所在。通过灾难，通过饮水，通过人的愿意顺服，人的愿意奉献，人的愿意献出5块饼2尾鱼，这个所在慢慢变做一个水的所在。所以其实我拍算讲，安尼应该是差不多啊。牧会的时间到这，无就来换一间较大间的来都市做都市人。若无应该当准备退休。上帝讲无啊，才开始尔，头前是训练，是过来是开始。我上帝啊，我甲你讲过，拢无爱搁起厝啊哦。上帝讲无哦，训练了就是爱开始啊。所以上帝开始呼召阮做灵修会馆的时阵，其实阮有足侪甲上帝提示。所以上帝互阮看见一个异象。一个老牧师讲，伊伫1983年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。伊是真认真，把这个异象放伫伊的心中，放伫伊的祈祷的内底。伊真认真来到这块土地祈祷3冬外，伊愈祈祷愈清楚。上帝甲伊讲，这个事一定会成。既然是上帝互人的异象，伊就是无价之宝。异象是上帝互人上神圣的一个托付。咱要安怎来看待伊？凊凊彩彩，或者是用心？阮毋敢凊凊彩彩。所以虽然阮真惊吓，阮虽然知影阮无法度，毋过上帝互阮知影，上帝毋是爱阮献偌济，伊爱阮献5块饼2尾鱼。5块饼2尾鱼虽然袂当做啥，总是这5块饼2尾鱼，若伫上帝手中，若伫主的手中，伊就会当真做大的事工。所以当阮愿意奉献的时阵，上帝兴起拿来桥出外伫台湾，甚至是世界，这会拿来桥开始来动工。所以头拄咱看见真侪拿来桥，因对台北对邦桥来到遮做伙来动工，看见老人做伙逐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，开始伫14冬前开始买土地，伫这个老牧师做异象的这块土地顶悬买土地，开始开垦。无经费要安怎？手来做工，逐个礼拜下晡，逐个来捡石头，逐个礼拜下晡，逐个来种草皮，逐个来种树啊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有侪的服侍。当阮咧服侍中间，阮看见上帝真正伫迄做工。阮奉献的只有5块饼2尾鱼，总是上帝阮看见，毋是5000人食饱尔，是搁较侪人会食饱。上帝阮看见，毋是。阮家己咧奉献5块饼2尾鱼啊，是侪人甲阮同心做伙来献5块饼2尾鱼。所以这个工作伫前年开始开工，经过侪人的参与、甲祈祷、关心、甲奉献，伫今年来完成。
起造的过程虽然拄着艰难的事，总是上帝通过这艰难的事，互阮看见伊正是上帝，是伊咧做工，毋是阮咧做工；是伊咧带路，是伊咧做决定，毋是阮咧做决定。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阮看见上帝通过安尼，咧互阮学习着真正的信仰的功课。上帝通过咧，互阮看见，我靠伊，顺服伊，遵趁伊，就无毋对。所以我嘛相信，咱的淡水教会，嘛是上帝祝福的一间教会。咱是第一间的教会，北部的第一间的教会，受调请做第一间的教会，爱做第一名的教会。第一名的教会，就是军队耶稣上认真、上温群的一间教会。听上帝的声，赢过家己的声的一间教会。所以咱邀请咱今仔日有机会，听起拿来这个细细的教会，怎样得到上帝的照顾，怎样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嘛来激励咱、帮助咱。咱嘛做伙来关心这间教会，建筑物完成，总是要搁有欠这个营造厂钱，还搁欠因1700万，所以要邀请咱逐个人做伙来服侍，做伙来奉献。这个总建筑费本来是按9000万，总是阮安尼省，所以最后是下修加8500万，这样是已经有纳出去，搁不足的，还搁有偷得将近要到2000万，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。哪来教会其实真正间偷得60个人咧做礼拜，有1/3是老大人，1/3是青年，1/3是囡仔。咱就知影，安尼一间教会一档的预算，经常费150万，买哪一个起8500万的一个建筑物？为什么要起？为什么爱派这个单？有当时咱就作侪问，为什么？总是如果咱若倒转来看，咱今仔日这礼拜，咱淡水所发生的代志，咱就知，人的心灵需要有上帝。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，奉献咱的5块饼2尾鱼。咱看见全台湾一档食掉3.39颗，帮助咱困眠、帮助咱的精神稳定的药啊！咱的教会需要真做，咱每一间教会，包括咱淡水教会，拢爱真做。这个社区心灵的故乡，哪来教会伫这个时刻，上帝呼召阮做这个工，我相信是要对应现代社会的需要。我毋知什么人会继续伫这个所在来做这个工，我毋知。上帝交代咱每一个人有阶段性的任务，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款上帝所有办的人，咱拢毋知。不过，我拢愿意相信是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带领、上帝的掌管，所以邀请咱来参与，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阮捌你无深的时，你拣阮做你的囝儿；伫阮的信仰也未坚定的时阵，你无放杀阮；伫阮软弱的中间，你扶持阮；伫阮失败的中间，你将阮叫倒转来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服侍，做伙分享上帝你的心意、你的技术，毋是伫圣经内底，也搁伫今仔日阮的身躯边。恳求你通过安尼帮助阮，勇敢阮的心，坚定阮的心，也互阮努力活出你的心意，伫淡水这个所在，做你的光灯，做你的见证。阮安尼恳求，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